民數記第9章第1至23節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，第2年正月，耶和華在西乃的曠野吩咐摩西說：以色列人應當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節。3就是本月14日黃昏的時候，你們要在所定的日期守這節，要按這節的律例典章而守。4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節。5他們就在西乃的曠野，正月14日黃昏的時候，守逾越節。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都照樣行了。6有幾個人因死屍而不潔淨，不能在那日守逾越節。當日他們到摩西亞倫面前。7說：我們雖因死屍而不潔淨，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獻耶和華的供物呢？8摩西對他們說：你們暫且等候，我可以去聽耶和華指着你們是怎樣吩咐的。9耶和華對摩西說：10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你們和你們後代中，若有人因死屍而不潔淨，或在遠方行路，還要向耶和華守逾越節。11他們要在2月14日黃昏的時候守逾越節，要用無酵餅與苦菜，和逾越節的羊羔同鴨。12一點不可留到早晨，羊羔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。他們要照逾越節的一切律例而守。13那潔淨而不行路的人，若推遲不守逾越節，那人要從民中剪除，因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獻耶和華的供物，應該擔當他的罪。14若有外人寄居在你們中間，願意向耶和華守逾越節，他要照逾越節的律例典章行，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人，同歸一例。15立起帳幕的那日，有雲彩遮蓋帳幕，就是法櫃的帳幕，從晚上到早晨，雲彩在其上，形狀如火。16常是這樣，雲彩遮蓋帳幕，夜間形狀如火。17雲彩幾時從帳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幾時起行，雲彩在哪裏停住，以色列人就在哪裏安營。18以色列人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華的吩咐安營。雲彩在帳幕上停住幾時，他們就駐營幾時。19雲彩在帳幕上停留許多日子，以色列人就守耶和華所吩咐的不起行。20有時雲彩在帳幕上幾天，他們就照耶和華的吩咐駐營，也照耶和華的吩咐起行。21有時從晚上到早晨，有這雲彩在帳幕上，早晨雲彩收上去，他們就起行。有時晝夜雲彩停在帳幕上，收上去的時候，他們就起行。22雲彩停留在帳幕上，無論是2天，是1月，是1年，以色列人就駐營不起行，但雲彩收上去，他們就起行。23他們遵耶和華的吩咐安營，也遵耶和華的吩咐起行。他們守耶和華所吩咐的，都是憑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